係啊，各位聽眾，華寧老人都對嚟邊領學嘅直播，這個禮拜佢就係參冇人講笑、講鬼、講唔三事物嘅。這個禮拜咧，真係要緊嘅物嘅事，然後大節目有可能有經驗掉嘅，即係就是叫做 fast food。fast food 嗰時學嘅話是叫做咩？我都未知。快餐啊 ，OK， 你啊快餐。你見到其實人檳榔尤其是檳榔嘅 fast food，真正國家都有嘅嗬。人平時人會去食路邊食物件咪是 fast food 嘅啦。對咯。哦，所以使講話嚟本，佢就講到食咧，我人有請一個真正特別嘉賓到對來落去啊，特別唔知放啊未，未放過咱佢要接來到對來聽過幾禮拜咧，咱都會聽到我人談只嘅一個 episode 咧，佢就到對來啊，到時佢較特別，你會聽到兩個真正搞只，佢真正搞講伊人只物件。兩個特別嘉賓叫做大玲加米湯歡迎到對來講只物件，歡迎。所以啊，全部影啲食了嘅。食到雞唔是我確實唔是食到零，見咩嘅是甜品，dessert， 咪咕個幾 Q 嘅字，你一個做啊，嚇做乜咩？啊，我上每日係咪咕啊？大拎個最是白，我上一個啦，有嚇對，OK， 米湯就換咗兩人嘅聲嚇對，米湯嘅大拎，米湯大拎是嚇，嗱這是啊，我等陣會介紹隻先，其實咧米湯嘅大拎攞嚟唔係新嘅聽眾嚟咯，唔係新聽就新嘅嘉賓，แล้ว會介紹讓米湯嘅大拎攞嚟是邊個人？ลองปัจจุบันไม่เขาลอง介紹小姐你我俾เขาลองตัว嚟聽แกกุย禮拜咧ลองตัว聽到你ทำ只錄音嘅時ลองตัว聽到人講較濟清楚แกกุย禮拜啊冇個嘅禮拜係幾時啦？咩數？咩數？咩見電微話話咩數？嚇？我唔是食菇了咩？我唔使特別別使這個禮拜個，因為我特別做什麼 production 物件，所以禮拜。單嘅。你做咩？你這 service 開啊？你講所以係到我個嘅幫哦，實在哦。哦，特別之出落啦，成日禮拜使未？唔是這個禮拜。你話我特舊你講啦 ，BA 變做 manager 係啊，我同 game。OK， 得禮拜咧，讓對談到對嚟聽我人講節目嘅，特乜個落唔是特乜落，咱禮拜俾落即episode 計好呢咯，我感覺到啦，我使激嘛，我就係講，咱咪講有你物件咧是有關係㗎，都會啊，你看，禮拜那個到對嚟聽，แล้ว我嚟 post 隻聲，แล้ววิวว่า你個對嚟啊。我是中隻菇了咩？我來接一抽了，一接了一生完。你撳到你生完了？你生完先？但嚇，我是中隻菇。你試下試下，你睇下我你買淡薄。我知我未數啊，我開一號了哦。哦。紅線啊！Yes, snowball 嚟，聲啦！要死，巴肚係講就巴肚啊！我講你個隻先嘅特別嘉賓咧，是叮當我嚟，我嗰陣食閒嘅時，我係幾邊出邊嘅朋友。真正估唔捌解講話句咧，嚇！最近呢個隨特邊咧學嘅咧，咁咪話是唔是話嚟？你咪講話是話嚟咯。大領住啊，就是我哋嘅薄膜白，歡迎薄膜白。Hello， 大家好，我是薄膜白，阿毛叫做 Uncle 波達，真好食。嚇，真好食，我牛豬本啊！人即刻人牛食嘅呀。Uncle 波達，我就牛豬嘅呀。做咩？影出嚟啫！嚇，影住佢隻，啦，啷個想 shape？會使冇問題。我係
我對起是咱就係最咱就係一個隻。แล้ว波達，唔是嚇，咱叫波達咩事啦？波達是波莫白，波莫白咪你聽邊個聽落句啊？正我 start Facebook 嗰九把是個4個月較見咯。哦，你是 Facebook 佢隨條邊個學見啊？我一個好朋友，佢白白做工啲嘟嘅公司啊，未使講嘅一個數學啊。OK，嘟嚟使啊。公司我隨住啲 Facebook 啊，啲 Facebook 一有啊，邊個？你講你是邊個？你是只邊個？你講頭我是你應就歡喜聽到邊個學嘅 podcast。哦，你朋友特別係報呢？你我聽。係咯，我應該特別係華。都聽之類都呢，後禮拜都聽。OK，好。你朋友名咩？要話名？แล้ว我都伊無話名，伊叫伊名 Karen 高。哦，是驚人嘅高 ，sorry， 驚人高。我講你隻串啊，都是掉咧名。驚人高咁時候，你下介紹這個冇白。我聽一個回歸，個紅音小就是你。哦，你唔知講是我那頭頭聽嘅，嚇。我唔是你係做我住，然後我紅音你聽了心血來潮啊！我見到客戶隔壁嘅嗰個名阿 Michael 啊，阿 Mike 啊，我特別無啦，佢件是阿 Mike，這件是阿 John，那上人。然後我紅音佢哋白聲，我覺有可能是我咪 come Jeep Skype 問你咯。你會回你看我個，你看當係我知我個你看白，我是較細漢嗰時。是咯，我是白你知較濟，因為你一度我就嘛，你客戶人白白嘛就係咱我個你知喏。車嘛，電話對，少對。แล้วรู้個度假燒而家，哇！依家我把個吹到樣燒，應兩人超近超嗰度業燒，對，係咯，少。แล้ว你細漢你時都唔知幾嗱去，真係細漢啊4個去過啦去呢，你講你搬去我搬去嘅時 ，actually 4歲呢，我4歲較驚我就搬去韓國了，所以係我到啲啦，即係3嗰邊嘅是聽到一句嘅林學益嚇，林學益有意思是細漢啦出世到4歲是我大名。To be， 你隨掉你驚人搞好介紹到啦，都對領導係幾邊出邊嘅。是啦，咁係嘛嚇，一定一個月嘅，我計講我啲 Facebook 計講 thank you 嘛。我隨掉路啊，我就 friend 啊，即係係咪 email 啊？當我學錄一個 podcast 一個位一個咩 website 去聽，你等個一個月幾你家去聽，安尼講你聽，我聽一個月幾就好笑，哇！安尼好聊，所以你等下人那平常時我是每人聽到是大大路，當然我係實個人講伊是大大路，聽到是到底林學嘅，但就冇啱嘅位，我係你等嗰邊啊，等叫咩啊？我 clinic 嗰邊。咱叫做環亞歐嚇，環亞歐對面咪是 clinic 咯嗬。環亞歐，我未了啦，即係冇講起個 fast food 嘅物件，冇講起個 fast food 嘅物件，我未了你把 keep 白你最正個喲。你就係講下你個眼光邊就講咧。我做一堆嗰邊，我做一堆喎。或者咧就講下你嘅先你話地，等我寫嚟。你講。你寫嘅，我寫嘅。你就話個住學咗喲。住阿面。阿明大名，我是4名大名嘛。對。但我寫起來，咱咪講嘅你話題是講對攞刀，單仲半啊。我是講單仲半啊啦。係啦，或者你再講到對嚟。我本身是大單仲半啊，10幾年本啊。是啊，得一個。本少黑。大概咧做完。本少嘅，我都叫呢邊做個計數。我咯，會個 key 講到個 key V 啦，個 key 真係正物件喺邊哦。個二啦，個毛線，個頭殼。計字二啦。真啊！唔知half a million 1 million 啊？half a million。哇，900幾千啊！有1 million 啊！
有時乜嚟看嗬，對咪你先讀邊段嘅句，但我俾寫緊兩個咪鄧仲半啊，人嘅話題是鄧仲半啊，哈，或者兩讀對嚟講，你叫你嘅啦，讀鄧仲半啊，讀行人讀對嚟講，你 memory 嘅啦，讀就你93號巴94號啲空字。你最近我就笑住牽風，sorry 牽嘟嘅 bus。哈，牽嘟 bus 啦。你一時個你個你係我嘅這93號度俾個口嚟行入嚟，我就一空字呢度去搞經位。喲 ，OK，到底嚟不就諗到底嚟，但係冇嗰時講，但係冇嗰話題時諗佢講。誒阿龍係咪？啊，所以呢份但係冇嗰係 OK，you can join also 阿龍。你有時同佢咧就咪對講介紹嗰另外一個真正大白嚟嘅，邊呢是定到參加啦？定到你講咩話題啊？鄧人，幾啊？鄧人啊，你是困嘢？鄧人困嘢上暗啊？鄧人，車，啊我開下藍角，鄧人。一群嘅，咱不得看你啲車是啷個叫伊車，佢嚟講，咱咪講 fast food 咪嘅，咪講 fast food，咱講 fast food，咱當見我會記我細漢到我巴魯個即其實小我是中學嘅時候，巴魯個頭一擺有看到即個美國嘅 fast food 啦，美國嘅快餐啊，是叫做咩咯？係咧頭一間上面，咱會記頭一間，到底邊間頭一間 fast food？講打，是唔是嘅肯德基啊？好啦，不，肯德基我先，之後先。係咪？就是講咩？tapi before Kentucky KF 來時menurut Plautikus itu yo, itu game ya, yang McDo ini ya, video, equity Plautikus itu. 冇叫做咩名？equity ama itu. McDota。哦，對，我未記啊，McDota。呢是本地嘅。yang hujung係算嘅。哦。本地嘅對。McDota 是賣 burger 是賣煎雞。賣雞，伊是雞。哦，伊是其實係咧 McDonald's 參加肯德基起來變做 McDota 啦。賣煎雞，我成日是不。我自己發出咯。哦，佢自己個咧，嚇，嗰間村嘅話即係應該冇錯，就得 SB。哦，新加坡丹尼。新加坡丹尼佢村一間，佢是換哪做咧？冇上咧。哦，佢McDota本啊。McDota佢咪伊基冇你好食啦。誒，攏會記即個Sateria。咁打裏邊嗰啲嘛。當見過我冇啊。對咯。冇了。其實咱今日問講起，咁打我記我頭一間我去 KFC 頭一擺來開 KFC 是唔是咁打一間？咁打後生。咁打個有我當見。咁嗰是頭一間。四間啊。哦，四間嘢啦，我記定得忘記食咧，我買一到啲頭一開張就一人嘛，一叫伊間咧是往每一隻到啲站穩頭前嘛，一隻我買啲條直咧是唔敢食。呢度。我紅母娘娘，呢度估唔敢食 KFC， 人哋都真係講，紅時咱食條直啊是 pop 咩事啊，你話你個食物件，你有啥 bad memory 都唔敢食係啊。呢度估啊，呢度估。我都你最唔敢食雲吞麵。話咯，冇得。我看病我未見咯，是啊。3禮拜我冇特接俾我雲吞麵 breakfast 雲吞麵。哦，當見唔敢食啊。最近啲我幾日面包緊，墮落嘅，我唔敢看，我唔敢味。即係都驚啊！你是破單，即係驚咯。冰島。你啊 ，OK， 咱講到啲係你講打去KFC 來嘅時，我過去嗰一間 pizza hut 是 pizza hut 是到啲 sunrise 到嘅。當然嗰個啊，Sunrise 到一間。哇！即係整咗10幾年啊，好啊。
有啊，有十幾年有啊咯。我嚟美國就十幾年啊。誒，小都冇不到我都冇看到你10年啊。係啦，你估我？哦，老朋友啊，老。你啊，OK，你講到啲啲老朋友一節出事我都唔嚇掉，對，我咪是你話我30幾年咯，36年，你幾歲都把你做估啦咯。36年啊，你啊，哇！等陣我 check 佢係車未啊？等陣啊，鄧冷車未？我聽你先啊。頭媽夾走，哦，大媽夾走，我想你困去，我係諗角啊，你。鄧冷啊，你頂一禮拜咪是無啊？對，頂一禮拜你參問講幾個數嘛？對。定禮拜啊？當時你先是參問講幾個數講數？一時咯。對，แล้ว我介紹你擺會話嘛哈？我個就會話我冇聽。係咩數咧？嚇冇啊！你冇聽咩？幾個 episode？冇啊，我唔敢聽。OK，免聽咪緊。係咩數咧？免聽咪緊。啊，你講我特別去聽。免聽咪緊。Don't forget 啦。嚇，咪緊咧。即係等人呵，歡迎到對嚟。你我唔係你可以去大陸你去頭一間fast food。頭一間啊？你頭一擺 experience 頭一擺去啲。McDonald。頭一間。軍大 McDonald。哦，咁大 McDonald。嗰啲冇啊嘛，都有。我睇冇啊。冇啊嘛。但係你叮當你。我連樣啊，使唔使你未收對？冇啊嘛，冇啊嘛。哦，誒，因為佢聽到咁大，咁你麥當勞對面一間咧，後邊搭 CD 嘅店咯，我記記哦。一下一間店後邊睇去水，唔是水 CD，你搭你 CD 到底對唔對？梗 illegal 咩？你點 selection 都？誒，你下邊麥當勞，我未記名嘢特別。誒，OK，所以對麥當勞是係你特登住講 BMW， 唔是 BMW。ANW 是搭樓卡咯，咁搭樓卡。係你先 Metro 就係頭整，Metro 就係冇講佢就係估呢。Super 咁搭樓卡對。就係。哦，當然你澳洲唔係你Georgetown 喂 coffee 俾佢咯。Georgetown 係咪？喂 coffee 俾佢咯。哦，我唔知 Georgetown 成估冇對啊。邊年 walk 邊嘅啊？對。是唔是到啲？我記得啲樓卡，你喂 cousin 聽到我朝我去食過，好料我是個食一 float 啊，攏是個食 float 咯。root beer float。啦，就點砍啦就。你當經過 AW 啊，別頂。冇了。嗰啲plaza開呢？哦。แล้วลองแต่สิกองวิวิว่านี่วิวิว่าลูอีกิลูทัสไปที่เดียวเจ fast food เป็นเจwestern เนี่ย fast food สิตัดจริงKFC กว่าว่า年代那時ตัดจริง咁大สิตัดหรอปะไฮ冇喎到 mainland ในปะไฮต่อสกา BM ตัดอยู่ BM that time 那是開一間正大間有2站呢。哦。但我伊個萬山的位嘅，我 BM 嘅萬山的位。然後陣時 KFC 只派菜嘅嘛，然後我記我細漢那時吼，我食 KFC 我嘛條工搭巴士，頂久無車，搭巴士去甲邊食。哇！你好命啊，你。搭巴士無坐車吼。哦，講你好命啊，你嘛啊。哦，你嘛咧好啊，搭巴士你去食即肯德基啊。แล้ว聽到係咪是肯德基嘅特別呢？真少會食到，安尼款嘅味素嘅煎雞就。係咯。嚇，咱咪是較細漢嘅時有喎吼。食雞肉，咱是食誒雞雞面呀對無？對，咱個雞 style。咱家己弄嘢，但誒雞面嘛有
跟大记者来了，有 happy 咯，无相款的嘛。伊味素会较，咱是个只，无我是个只是 because 伊有咧，伊香嘅味喎，吼，甲普通嘅煎鸡无相嘅喎。伊无相嘅，你烹料是对。你一個另外一種，我是感覺到咧，我嚇到即毛毛菇講 ANW 背幾條，唔有別人嘅背幾條。對。鹹咗咯，樓頂嘅嘛，下頂到時到樓頂嘅。樓頂嘅。我個我會講咩嚇到？一個一種是蝦米物件無相啫，伊煎雞我感覺到啊，伊嘅白是唔是較澀嘅？伊實較 moist 呢無呢單，咱個其實煮嘅煎雞較較單啦無。對。哦，比較是用 pressure cooker 煮嘅嘛，無相。對米湯用 pressure cooker，你有可能要 briny 本嚟 briny 煎嘅咧，試嘅咧。當今我曉做咯，哎呦，當今我真係搞做煎雞就成日就不多要。對來做王姐。使，喲，我煮嗰啲 Cajun 嘅煎雞有什麼亂嘅嚇呢啊？真正咖喱嘅配隻咖喱，白面白嗰啖濕啲啲，跟住接呢，真正好食誒！哎呦，honey mustard 咯，咪嘅黑掹掹，你有係 honey mustard 咯咗？哦 honey mustard 冇係 honey mustard。哦，因為這邊啦馬來西亞嚇，你愛食 Cajun fried chicken 都條起定DGI 嘟，哦，嘟啊。yang halut un ayo bocah yang ada si chicken tenders ya asyik dikit Cajun ni chicken lah jadi si tenders jadi si Cajun tapi boh hujia boh ini so boh tapi是boh so ada boh si fast food 啦特別我煮好啦特別我煮嘅時係咩事我煎嘅時我是個我第一間隻雞內胃就是雞卡脆嘅雞皮哇！我好少食隻雞腿，我打到流會隻誒。係啦，只隻咖喱嘅十邊呢？對啦，我不是。講佢話推白啊，師傅嗬，我成貼一配出嚟咧，嗬，咧食了一白咧，咧等 last 個嚟食伊雞皮。哦，我講聽啦，我人厝誒我。即唔是 fast food，特別是 food related。我到厝呢，我翁呢是煮一隻狗煮 chicken soup，像只 simple 然後 chicken soup 啦，然後是係 carrot celery 啊雞飯哈。特別我人煮咧，佢就是買啲雞腿嚟推白嚟煮啦，唔是啲卡嘅帶啦。有時你咪煮湯嚟講，你係配嚟講一隻油嘛，所以我就貼伊配咯。貼伊配啊，伊白甲骨去滾湯，咧伊配咧，伊都係到啲隻 tray 嘅，係隻 rack 咧就，係隻夾啊，咧時就三淡薄學做粉甲飲淡薄味素咧時夾去背咧就，伊背咧時油咪出嚟咯，變咗勁定咖喱啊，哎呦，真正好食，所以我特別有雞湯啊，我就成隻雞皮先。咖喱哦，個咖喱個怕，那時我個冇是個隻小咖喱咋，小咖喱淡薄成就大啦，我是個隻淡薄油嚇，一淡薄貴淡薄轉淡薄啊，特別個咖喱哦，呢個咖喱其實油轉出來淡薄真係好食啊！哇，打嘛啊！Sorry, I have to take a moment, please. 你知你明白我講後面我知咯，聽講嗰時一淡薄一油，淡薄撞出來是淡薄真好食，然後那時，你可以接到對講，我咱講到對肯德基就好啦，咱會記肯德基頂頭只排除成個位話我講啦，所以咱就別再講得一位有嘅咋，我會記肯德基頭一間咪是得咁大咯，咱會記得一位北京哦，邊兩樣嘢，北海又好，還是得類貴港得類本好，咱成日去哦。Jalan lalu. Is tahu. Bangalo. Tadi Fima ni ya. Fima. Penang Plaza. Dia. Fima. Dia. 下邊伊啲樓卡嘅係咪記？對。當然是我是嗰時只係一間嘅，因為當然一間嘅味素較好食，村嘅較冇你好食了。哦，still 是肯德基個啊？still 是肯德基個。哦。我記知道我就派食物件啦，就是我 because 我淡薄讀嘅嘛，我淡薄呢，我淡薄讀嘅，我唔是讀啦，我是成日只，我那是講我應該 demand 物件，我 demand 我冇件派食嘅咋，
แล้ว我咪是去Kentucky 咧，誒，Kentucky 有 fries 嘅呢，有 fries 本了。有啊有啊，แล้ว我就去叫 fries，我去 fries，唔知點解事，唔知 chicken，唔知咩啦，別記啊，sandwich 一個尋 fries 嚟咯。你 fries 啊，無零零嘅啫，一零零嘅無加零無轉，可能咪是我冇記，你我講我未 fresh 咯，講。有時我哋試人看嘛，直講未 fresh，伊講唔知講都知當面做工啦。你講過，我講別見你使好啊 ，fresh 你個煮佢好啊。呢時我就講，你講哎喲，我唔知人做嘛，我講你食看啊，伊 fresh 嘅零嘅無加零嘅啦，或者食啊，我咪是講咯。你特別嚇，到一個時間之後，做咩事我拍攝呢？就是後尾是個感覺，把個想到，還是播啥，伊是換哪來？我未見過佢幾隻啊！呢時我先都會記哦，當然會記啊 ，feel 到計 guilty 呢，當然。anyway，那個講黑飛，OK，黑隻經，那個另外隻經咯，成條八位，我個成條個隻經個當然，奶嘅喂，愛淡奶樓卡。啊有啊有啊，但冇啊，當時做一個別樣嘢咯。哦，奶都冇啦，奶都冇有，奶變咗 Kiki 啊，奶เป็นใบ啊。係啦。你個到一經過一件大機人仔，because 在正當特別切吹啫，吹個波斯嘅，當然就係謝啦，我只是基本有啊。係咯，真謝啊咯，花臉有咧，農山樓接4點鐘。แล้วก็บางfast food ไป講，但不只經。White Castle，嚇屌！White Castle。喂，卡蘇下講，實得咯，喂，斯格羅啲，啊，識了就未擺嚇，塔超級棒嘅。誒，你見古仔10箍都真哦，落櫃都真唔真？屌啊！叮當時就知道會個 White Castle 啦，到底咁大會本啊？咁大沙拉口。我嚟麥當勞嚟。冇啦，咁大沙拉面 entrance Kiki 咯，佢哋定位。哎呦，你記啊，經唔知咩 Grandy 實在面嚟叫。對啊，因為唔知是 Granny's 開一個是 White Castle 是 White Castle 開個 Granny's 開嘛，攞嚟白白試咁樣。對，我講聽我會記，直到就是你 Grandy 時候用開時啊，伊 Sunday because 禮拜時我去你中路 church 啊，到底迄個興義嘅小屋邊嘅 church，然後我就行過去after church 就行過去迄個咁大嘅 Grandy 時，只一隻去有迄個唔知 all you can eat 嘅梅啊，什麼啊？你使去食伊梅咧，伊其實嘅梅咧是佢使行佢心呢個嘅topping，你睇下葱啊咩物件，睇啲物件。誒是一個一個物件咧，就是你使食 auto 唔是 auto，呢叫咩free refill 嘅咋 ？free refill 睇你咪注意下，睇你哋 continue 嘅 refill 啦，直頭蝕本成呢驚落你排冇咯。攞你排堆起身補嘅，我其實報驚話你阿公阿媽，你阿姊妹阿婆，阿咁樣佢來嘅，就當湯嚟填你嘴嘛。攞你排阿婆去啊 ，Grandy 實多大嘅，冇啦，伊冇多大啦，伊冇實冇 free refill 嘅。吉定掉。White Castle 掉 White Castle，White Castle 一粒10塊還是4粒？你來是兩粒啊？4粒嘅。你 order 真係4粒啦，4粒就冇4粒嘢。4粒啦嚇，4下一隻4地咧。誒，同啲 White Castle 冇咪 slowly 較 popular 起本咧咯，正。係。White Castle。我有一個叫啊，你有一個戲嘛咧小嘢咧人就轉去吹 White Castle 啊，對，吹 White Castle accident 咧。交皮。對，White Castle 我即邊 White Castle start 到啲 Wichita 嚟 start 嘛？其實我這邊差唔多3點鐘嘅咧 ，Wichita Kansas start。แล้วก็มีนี่ Grandy 我想問亂看嚇，你飛馬嚇，佢飛馬咪是變成 plaza 咯。伊樓下有一間嘅被 roast chicken 嘅啲 Australia 來，我未記名，一開幾多年都冇去嘅，亂會記哦，80年代。80年代。我是食即個 FEMA 裏面嘅 bakery chicken pie 加伊家己 homemade 嘅即個 pork patty。迄個都冇去食久了吼。這是一 bakery 啊。
啊，伊邊嚟邊啲 chicken 不未派食。喲，chicken 屌，我把個小屌你講起。我把小屌，對，喲，伊咧 chicken pot pie 哪條？是不是 chicken pot pie？啊，對哈。伊裡面有 green pea 嘅哦，又成赤豆。對啊。喲，我把個小屌。我當佢個小屌，伊未燒過，伊頂個 flaky，頂面嘅 crust 嘢咧。啊！伊包嘅水。伊內邊就是過係一個boil egg 嘅 hard boil egg。啊！對。我會記，一隻 slice，一隻 slice 係 quarter 嘅隻 hard boil egg 對。對，是咯。我真係會記安尼簽嘅嗬，我當然想到都 reflect 對起，我嗰時候我去邊隔壁二樓卡嘅夾頭毛一箍呢，迄個一箍夾頭毛也是 school 嚟的啲 female 也是假。一學生界。對，自己叫啊。你一個咩啊？對，fast food 個頂到是唔是叫 Shoney's 啊 ？Shoney's pizza 係咩啊？意思成個 pizza。Shakey's 嚇對。Shakey's pizza 個有嚇，冇啊。Shakey's pizza 是係邊票誒？是邊個喲？應該係咁啊。OK，但係咱講 Sateria 係，但係咱講 Sateria，咱冇去過 Sateria。對，我冇去過。Sateria 是，咱平時很食 Sateria，我未去 Sateria 食咧。有時特別成 ，because 有時做嚟，頂有時 feel 到感覺到啦，人仔見去成個肯德基啊、麥當勞陣，可能係，你一邊做成做 environment 成個喺你去，一邊做較快，แล้ว個較成個 because 係 trend 啊，是其實個去，可能 restaurant 啊。是咯，咧樣想講即是 local food 啊，愛做 franchise 嘛，愛做大生意哦。แล้วอีกกำลังพูดดูจะเจ所在คุยบุกิบินตั้งมีคุยกันแล้วแต่บีบ่เจโตสิตากิงโตกันแล้วอ๋อ輕佢一頭就100去啊即係100去你咱 local 嚟啦愛食沙爹就買去佢哋所在嘛安尼佢所在伊嘅自家貴但係伊 service 好喎你去ตากิง食伊味所上嘅喎伊 centralized kitchen 嘅喎 standard 啊嗬Sateria 講 Sateria 係嘛哦咁巴字樓就係了我唔知乜去過，我想未去。伊是唔是特別夜路成你卡古經嘅半嘛係要三架是啊，要意思講你把去過啊伊卡古經嘅半掛一對坑咧，是伊即咧長頭加咧個都白加伊咧地盤個另個一百呢。是啦嗰後面咪講我關係 Sateria 咪嘅，但係我能講是伊隻刀是實到大家呢刀個了解嚟，人俾隻 Sateria 人冇愛上愛去嗰邊 Sateria 嘅啫。Sateria 是馬來西亞嘅票啊，馬來西亞嘅公司啊。馬來西亞票，但當然做到都要可能會做啦，呢陣時冇啱啦。哦。一小先進啊，還富咱人比較少嘛，可能嘅。伊嘛是這樣。Shakey's pizza 嘛，就上嚟邊咧，是冇管就冇嘢啊。Shakey's pizza 冇嘢。Shakey's 個喎。冇咧啦。冇啊。有啊，真是有多對啊，真是 KL 有多對啊。我是啊。KL 啊，KL 冇啦，多嘢咯，伊zaman tu ni no san lao dum多嘢啊，佢哪年先？就見變Popeye嘢。哦，Popeye chicken 啊 ，fried chicken 啊。Popeye chicken 嚇。哦。誒等陣今日咪啦，嗰隻借過，喲，先我當你上起啊，當你down the memory lane 咧，上啲嘅借你 fast food 冇想嘅 fast food，我係見到我上冇咩起嘅事，就唔知想啊 fast food 咧特別係未基本嘅喎。未基本啊，當然有時 chicken 啦。Ayamas，誒少，唔係 Ayamas。Ayamas 係 Ayamas 是俾一間 grocery store 呢啊 ，Ayamas 是。是俾roast chicken 真嘅。伊冇被基本嘅，有被基本啊！我記有隻成個一成個當 fast food 入邊是基本嘅，可能出嚟基本，我唔知得一間。基本，一個有，咁咪講到小到八行。微話話你八海入邊有咩線冇上嘅？唔是線啊，定到你多行嘅事有咪冇上嘅 fast food 咯。
fast food 嗬。我甲你講啦，你到巴海嘅位啦 ，even last time 我嘅時代呢 ，McDonald 本是屬於一家新嘅 fast food 嘅喎，因為佢咪屬於坎坷脆，佢係連 McDonald I think 本是到檳城甲有嘅喎，可能巴海喎。แล้ว after that บรรลุกับแล้ว有一間是到巴海嘅，แล้ว when 我愛去食時咧。多呀！你白卡地？我甲你講啊，McDonald 啦，我真正大漢了啊！我甲食過，我甲食到 McDonald 就。I think around 是貴了，我 standard 6，我甲有機會食到。哎呦，你好命咯！suppose 啊，嗬 ，suppose 我細漢嗰時是應該是有了誒。我是講你冇去到呢。是講無機會去到，因為到隔了是到檳城。安尼款。即貴我會記哦。當然 still 咪是貴哦，麥當勞上面 still consider 貴本咯。我更加貴個。是啊。哎呦，真貴。我更加貴個啊！我做咩事講？到伊做咩事咧？我話伊個人嘅甲美國嚟比咧，係是完全無相嘅 mentality 嘅咋。成你講去麥當勞時候，如果條人講 OK， 伊嘅思想嘅 standard 是差唔多。我早起食麥當勞 breakfast 時候，就是想講，我早起我去食 roti canai 一碟，嚇呢係 standard。Not inequality 啦，特別是麥當勞是一波啊嘛，只一波product嘛。嚇對。哦，做特別做去麥當勞做 promotion。lunch time 新加坡唔知5 call 6 call 啦。哦是啊。5 call 加10個。阿姑只無嚇，阿姑只無可能幾。係咯，頂多是12個搞啊，可能啊。12點到3點。幾點？12點到3點。Mexican 無相啊。Mexican 誒，咱我講下你麥當勞成名無相，伊相無相位，咱們你燒麥rendang 咱正無嘛，忘比較無。伊是馬來西亞，可能馬來西亞。先你叫我講打麥當勞開嘅時啊，伊有做 coleslaw 好你，你睇咩 coleslaw？哦 ，maybe 是會 fight 嘅 Kentucky。真正正久 ，because 我年代嘛，我 form 3 form 4嗰陣食麥當勞是無甲開啲檳城嘛。哈 ，coleslaw 啊，別記哦。真正正我伊做。你睇下味道。我唔係食過 coleslaw。伊個 coleslaw 個都較好食過 KFC 嘅 ，KFC 伊個過嚟睇咪切脆脆嘢嘛，麥當勞是切一條一條，都夾夾嘅菜。哦，喲，係咪屬國妹？係咪屬國妹？仲有我朋友啊，伊直甲我講啊，我朋友甲我講啊，講即邊美式嘅麥當勞哦，甲新加坡麥當勞無相嘅。哦，是咩？如果美式嘅麥當勞啊，伊個水會 refill 嘅，แล้ว新加坡才是袂咯。哦。伊個曲啊。哦。特別新加坡有杜白啦，無馬來西亞無杜白。哦。哦，是啊。伊太 refill。伊個 big breakfast 啊，伊 big breakfast 係 patty 是用伊個 sausage patty 咱是用嘅嘛。哦。啊，不用擺嘛。แล้ว英國嘅麥當勞我最近食伊係咪伊 donut， 咱正無 donut。誒，我正冇 donut 本話 America。哦，英國有 donut，伊有呢個伊有 cinnamon 嘅。香港嘅麥當勞有半嘅。香港嘅麥當勞啊？咁咪叫有賣半嘢咯。哦。伊是一 set 了哦，加入好多大半。阿咪意思食你平常時咱食你麥當勞，即個加一碗半啊！你食半配 burger 啊？呀，對啊，一樣嘅食半條。誒肥湯我成個攞嚟肥湯。แล้วก็即日本嘅位咪是有。日本就係無像 fast food 本嚟 ，actually fast food 就係 unique 好日本嘅，你話別記個咩？定之係你我去吹來浪時，到底日本我吹來浪時，坐我去食，伊嘅隻鬼 interesting 咪就好日本嘅喎。特別我別記咩？
特別咪日本有一個 fast food，伊來甲新加坡了，佢咱這邊有，特別無會冚了，伊無用。burger 是唔是？哪裡伊用 B 做嘅啊？我用 B 做啊 ，B 做咩？伊 B。伊 B 嘅代替落啲嘅，所以無用版嘅，伊用 B 做 rice cracker 啊。Moss burger。哦，Moss burger，呀，對，我去 Moss burger 啦，就是。哦，哇，你貴哦。啊，對，我去 Moss burger，對。你國家貴嘅。啊，對，我是 Moss burger，對。都貴過死了啊！日本人嘛。香港嗰度。啊，對啊，香港嗰度啊。美國即係攞咪坐去食，講只就 unique 嘅，講叫我坐去食。我唔知嗰陣時 B 做喎，依 burger，新加坡應該是有噶嘛？新加坡新加坡有，我常常食新加坡嘅咯。哦，依隻好料有啲 sauce 嘛，有一種 sauce 就 unique 嘅。你 Japanese 係 gravy 種物件嘅了咯，你就配嗰隻啦。哇！咱介搞只，咱介搞講，即係講上面嘅 fast food 講嘅咧字。等會講到啲，我暫時是咪講緊你 fast food 嘅 concept 啦 ？fast food 嘅 concept 有咪是你只去到係是買一走啦，可能，咱唔是只字馬來西亞邊咧 already 已經有，你看你咪見成個頂到你娘娘龜啊，咪咪嘅啦。學嘅 food 嘅咧咪是 fast food 嚟嗬？講嘅了啦，嗰啲豬腸粉咪講嘅咩咯，篤一包。對。豬腸粉，嚟講話。John 啊，最近啊發生一個新聞咋？這是鄧冷講。早前一個新聞咋，伊講一個人哦，伊是一個去，我 feel 就應該是去已經比賽嘅店去食啦。咧伊嘅 spaghetti 啊食到一隻咧夾咗嘅卡。然後就輸哦，然後伊就賠50,000。哦，哇！等陣我特別講，講會話嘛？即係 fast food 嘅喎，即係講你寫我係表哥啦，嗬，伊有到一間 fast food 裏邊做工啦。你講係雞巴啊，嗬。伊人是 already 是有，按照講係款啊，面好便咧嘛，你人嘛上來 franchise 嘛，對咧嘛上來咯，上來咧嗬咧有當時係估了話，到成都內邊本好啦，伊成成青天，食過啊？伊唔是食，我唔知啦，伊總之是講伊有成青物件，成到伊。表面那邊啦，嗬，你一人夾 brush 就伊啦，係啦，continue，然後個再夾嚟煎嘅喎。哇！我 actually 我上次本來馬來西亞有幾時，特別隻字，咱咪聽過，我見咱當然講法術頂到咱咪聽過隻字，係你可能唔記得。我講聽講來叫，頂到咧就是關係個肯德基啦。我唔是 accuse 講隻是 happen 啦嚇，咪就輸咧。但我是講咱咪聽過隻字，because 隻字 urban legend 嘛，講肯德基那邊有時我聽過啲好笑就是一樣隻，特別肯德基隻 bucket 咧嚇，特別咧希大位隻，咱真係白成個殼殼，那咪冇咩好對比。早時嘅佢看到是一隻鳥豬。John，我冇聽過。John，我有一個故事想下呢。我真係有你攝嘅，有你攝。特別啊！等好這裡。又見你講下，你講。我朋友伊甲我講啦，伊朋友啊，就是伊去食啦，買伊 KFC 嘅 packet 來食。咱食吼，伊發現到吼，伊嘅迄個肉吼有一條迄個飛出來咯。原來是伊規隻兩處也去炸。少，我不聽過，有陣時什麼唔知講我，上次未上次本人講嘅物件，咁了係 inspired by 係 same source 嘅了。所以就背啊都，就輸就背啊。呀，特別係你，特別這個新聞一直喺度冚嘢嘅，是當事人該知嘅。係啦，但是講就係話新聞啦。你攞。背幾嚿，你是攞乜跳佢，攞個跳佢下，會邊個講？你都知哦，我當時我去食啦嚇，這邊我厝嘅這邊一間啦嚇，伊個雞肉喎嚇有
阿摩尼亞嘅味嘢，你知啊？ Yeah，啊你是炒啊啦。阿摩尼亞嘅味嘢，你知啊？伊食個種當椒嘅味嘢，你食個碗骨嗰邊嘅時候嗬，伊骨是黑色咧，你知啊？你炒啊啦，真正炒你嘅。腐爛落燈啊啦。伊個理由了啊嗬，唔是一刀了喎，兩三刀不安尼款嘅喎。你白胃你食袂着安尼款嘅雞白，你知有安尼款嘅味嘅雞白。我諗起，不打諗起隻阿摩尼亞係雞，是諗起隨微微爸爸坐落去隻阿摩尼亞雞。啊，伊就是迄種嘅。結果 I think 有時實在是個樣 quality control 又冇 control 掉啊。because 就係我諗講啦，人在人 Asian 嘅啦，人特別幫殺嘅嘛。所以話說伊回來嘅時候，拍嘅時候是唔敢客家去，樣 Q 掉頭走去煮嘅可能有機會是有啦，你可能物件發生。是哦。你哋應嘅物件就是去咩咯？去 complain 咯。你講講冇去 news。冇啊，我冇講。去 news， 你就是冇 complain 咯，馬來西亞人是唔敢 complain 嘛。是哦。complain 冇用，暫時未冇用。complain 這邊為 consumer 啊，association 啊，冇咪關嘅。block 嘅。block 呢個 block 先。畢竟我講咪啫，你覺得我成日講咩物件？我不聽過，你看 urban legend 成日只條雞白那邊啲鳥鼠啊，睇你物件。啊，點解會？即唔是迄個啊？唔是 fast food，即是特啲人講垃圾入面係迄個站板抓咯，就係。愛當班山。嚇，人家咧是迄個我冇乜嘢嘗試咧，because 啊，唔是講冇可能啊，特別冇嘗試。誒，你記定到你 YouTube 有一個 video 嘅，樣做講你唔知咩小包入面，就是菜包入面係 cardboard 咧。China，即 China。冇嘢啊，咪樣阿妹樣發對嗰啲是假。伊啊，你抓配嚟做。嚇，伊假意思是講樣貴嘅啲 video 嗰啲是 hook 曬啊，嗰啲是樣 set up 嚟做可能。唔是淨係 hidden camera。喂，講到你嗬，唔是 fast food，我朋友甲我講啊，因為古早嘅時候，伊做咧月餅喺度。嚇。月餅啊，係伊講哦，伊有嘅月餅，伊皮啊，有時是伊嚼水啊，伊嘛是生果青青哦。嚇。啊，咧伊人哦，伊叫伊白伊嘅伊皮咯，你南邊料個一個好嘅嘛，個白經過個做過，嚇個再變咗。哦。啊，有聽佢本，有聽佢。哦。吉利哦，你。有講就月餅。先唔講就吉利嘛，伊是個伊扛嘅話。一倍啊！我小六講了。啊。你在檳城飛馬嘅對面啊，我檳城嘅飛馬。哈對。對面客空啊是做交情嘅。哦，交情下我記。啊，要 open air 嘛。before 馬莎時對。我出去嚟邊咧，我做只嘅。哦，嚇你話上線。有出去嚟邊咧嘛？係你話上線咧，你可能 expose 掉開掉嚇。是咯。你定得人成日可能人等人。較濟拿三杯把先幾隻把酒拖累呢？現在是只拿三隻拿三杯，可能冇插嘅。到路來就美國個了一百行個了管家計鹽。成個定到人做迄個北京呀係哦，北京得係哦。伊個 chef 呢夾出呢半伊個即鴨皮捧起來。用吹半呢喎，呢種破。我借吹喏，切。你知咯？你唔知咩？伊你可能叫吹呢，半嗰啲阿莫管為何伊配捧起來一日要煎呢？肯定喎。仲有。會哈。會哈啦。哎呦，食啦，當劍食幾刀都講。當劍冇可能冇啊，當劍冇可能用 machine 用 compressor 做啦，但領導啊啦，細漢嘅時呢種盤呢，個出呢，忽然冇拍攝，即係功夫啦嘛，你這年傳到嚟功夫。領導乜那 compressor，冇會講得好料啊，假料。十幾年吹耐啲。係用你泵卡拉車，泵卡拉車嘛。ปั๊卡拉車，ปั๊落去托卡嘅，佢ปั๊是個鼓條托卡咧，硬氣啊，咧結曬啊，咁起來一個箭。你要食，你要幹嘛食嘅？你幹嘛食結曬啊？是幹嘛食？伊 chef 係吹暖。吹暖。來咧，仲有別人咧，別人講咧米湯，你幹嘛食吹暖是結曬？
我你個咪知啊？咪別使做咩驚住你？跟住我哋穿耐啦，就一針我就冇條件。佢會驚啊你。OK， 查某係穿耐些，了啊，這是是基本嘅幾使呢？啊！係兩毛卡做 marinade 啦，又去笑毒啫。啊，這裡呢就大令，你今日就幾使還是穿耐？吹挪啦！啊，來等人呢？好我嚟講咧，伊若是我看無到嘅，我食就煞咧，無管是假使又好，啊，面我看無到我唔知嘛。這是叫做好我經，特都好我看到，特特咪食啊，我特咪食啊嘛，冇你講嘅嘛，冇你咪食咩？食咩？冇啦，是你條逼啦，你條你愛得是你無食我成情成時你會食挪，你會食伊個地有吹挪還是有假使？要逼嘅，我而家咁咪看啊，咪看喏，你前得經住你知啊，咪上嘅嘛，你經你是掉嘅，咪掉垃圾嘅。特別你冇rasa假使個臭味佢就吹挪咩？哎呀，你看目睭，你明知咁好食啊，物件你咪好食咯，即物件。你明知，你明知講佢啲物件是一個啊嘛，你阿未食之前，你就知講隻吉哩啊，就算胖嘅，你胖嘅你唔敢食啦。特別我為你驚你攞你會驚到一個你咁悶得一個咁悶你驚，咁悶你驚。我比較見，我 feel 到我是看目睭睇沙。Same level 啦，你我哋 miss 對你嚟講，你幾細嘅穿落是上 level。上 level 嗰啲啊，幾執事嗰啲啊。哇，好笑。B爸爸呢？B 爸爸，還沒來。你今晚食你北京一啦，沒有狗的穿啊，是狗的幾細？狗的吹挪啦。我的小命。邊轉啊？轉啊！我冇攞呢度。北京一嘛，安裝嘛是阿西貓幾細。係啦，阿西。我都今日但是講阿西嚟講，你未食啦。我今日講阿西食炒嘅。你今日食阿西啦。炒嘅。冇愛卡士啊，特別炒嘅，我同你講。啊，你食燒啊，你食我卡出面燒咗臭味哦。哦，意思你阿賢啊，阿賢。特別啊，我同你講。不要做。轉啊！當官就冇食啊，炒冇味素啊，咁貴啊，唔制啊。你特別你今日食阿西佢幾細啦？你今日食阿西佢食幾細啊？你講啊？啊！你肥仔。我冇關你啦，我冇關你啦，就是講啊，我就是講 fast food 講個食西。直講你啦嘛。啊 ！fast food 講個食西係嘛？誒，等陣咱講下，咱一人講嚇，就是要講 O， 就是 O 字先。我就講下我啲英國拍車 S 是冇？嚇。我嘛是頭做工辦啲 restaurant 咯。嚇。伊 Italian restaurant 介意 restaurant 啊餐廳啊，伊 chef 佢淡薄投降嘅啊，伊自己做 steak 我人食咯。嚇。伊做 steak 了，我捧住佢人食，迄人甲我講咩啫？伊講你做 steak 上準，too tough， 伊講上定 too tough。伊叫我夾對互伊 chef 咯，我夾對互伊 chef。錯叫你就咧，即係伊做後面嘅食，伊夾佢啲食條路拖卡夾伊卡打。喲，哦，你一個佢係夾起來係隻，夾起來係夾起來係啲 Frank Ben 正貴嘅啫，แล้วแก諗到部 sauce 我捧住佢食，捧住佢伊 customer 食攞佢係啲廚家先 ，very good。所以就我同你講啊嘛，唔制啊嘛。你比賽差異啦，咁而家係比賽。對，但係我較濟，若是講我無看到伊個 food source 後，我未看到伊 prepare 後，我較濟是對伊個 wait staff 啊 waiter 樣真好誒，因為我驚講樣可能唔知做咩骨頭就啲 food。後尾我皮晒我咯。係啦，特別不要緊都無看到，我冇不要緊嘅特別。我咪講食掉，係個食掉地皮強使攞出來，特別出去咪特別啦。所以啊，有時你見到傻人啊、後尾啊，一樣嘅結真，有時食垃圾都唔知，你看都唔加食咧。
會結真啊嚇。特別人嘅關係，特別有可能我細漢嘅時候，我去辦山隻物件，你可能咪是行路邊嘅了，有隻貓啊、狗啊，你走去行過啲物件，伊物件嘅了，伊碗啊，咱去辦山嘅時，正到我大漢嘅時，辦山洗碗，伊洗碗係啥物？上一碗嘅水洗幾日嘅，安尼三文啊滷滷隻，安尼個水長長上一碗嘅水，伊水落落嘅成個迄福建麵湯嘅係卡幾日烚爛到而家就湯，你咪是走食，我冇啦，冇安尼 sensitive 啦。就我嗰個記者嘅物件，但係唔是 fast food 先啊，一垃圾物件啦。誒爸講講嘅，佢早唔得變得有一斤啊，伊講大粿條湯啫。然後伊嘛是特去做粿條湯咯，但係是有一塊長嘅薄切多丁嘅咯，切啲伊大面，有一陣時切嘅時哦，誒。冇魚伊薄魚咗，然後伊嘛是講愛互人切嘛，切嘅面嘛，誒冇伊對冇，到尾時伊家伊湯料嘢時，咪在伊薄甲內邊料嘢幾條薄嘢啦，看講嘅，佢就看呢個講嘅，幾條薄入伊雞湯嗰邊嘢啊！一個料識做料，唔加電冇幾啊嘛，人看啲一個料一樣看。芥料，你講就是芥料裡面烹料。誒，這咩事啊？我啱想到分牆嘅嚇，我昨晚唔知綁到咩哦，我綁到我講被分牆，就被綁到這邊。這是分牆。我昨晚困，我綁到唔知咩物件，紅險我想到啊，我講我愛分牆，唔知是隻咩物件，咱真愛分牆，是巴骨地還是係咪我被記？哎呦，我是個結婚證。哦，對，就係點我哋講，because 我係做工人，嚇？冇講啊！我做工嘅人，特別講我隻物件就記你嘛。我記得你時我成日講結婚證。Anyway，text message 過來啊，你諗咪少打啦，諗咪咩咩講當今新fast food 講咩物件？馬來西亞新嘅 fast food。古早嗰時你咪 KLG 都唔知喎。KLG 唔知喎。跟住佢真係嗰啲啥，伊模仿啥個 KFC 款嘅，一波起來，一波起來，花蓮有一間啊，一多魚啊。KLG 係 Kentucky Like Gigan。KLG，然後你人教有一間 LG 是電器嚟嚇。Like Gigan 咯。KLG。KLG 哦 OK。伊 logo 一隻嘅，一塊 KFC 款嘅。多魚啊！哦，一隻字嚟講起來，嗰個字你是 Mary Brown 呀？啊，對，Mary Brown，我冇食過喎。我特別去會記咗，去到嚟啫？冇食啦。Times Square 有啊？Airport 嚟會啊，我有食過啦，冇食。哦，冇食啊！伊咪搞個辦咯。等下估喎，呢個唔是 fast food 咧。係咪嚟？其實咱 fast food 啊，嗬，有安怎 fast food 是快餐嘛，對，安怎個 define 個就快啊。I think 唔是 under 2 minutes under 1 minute 嘅時候，你係知 order 了係知啫。OK，then so 安怎係 food 個是 fast food 呢？快 food 成日等去嘅落邊，成日同埋咧講你住講嘅，同人講嘅豬腸粉咪是 fast food 咯。我唔是我講嘅仔。哦，就阿博達。哦，安尼款是 fast food 呀咩？那是了嗎？那是了嘛嘛 fast food 咯嚇。就俾一包。baby food。好啦。嗰啲是叫做熟食呀，熟食啊，熟食。哦，煮食啊。Maggi 咪是是。那是熟食呀，那快餐食得點啊？幹！喲，對。腦筋正搞掂。啷個記咧？肯德基廣告歌，聽住咱廣告唱時咧。我記得 zoo 誒。哦，你 zoo 去 zoo，let's go to the zoo。嚇 ，there's lots of things to do。啦，我聽到都。There's something. Giraffe 係咪？Gorilla 係咪？Orang utan。Orang utan 係吧？其實You so smart 啊！我冇咩食 fast
我是個食 fast food，特別我唔是個啉嘢 drink 嘅，你知道？我唔是個啉嘢 Pepsi 啊，你講嘅物件喎。哦，你是個啉咩？你使啉 ice tea 嘛？唔是？冇冇 ice tea 嘅。Milo，但係你食下蛋骨咧，Milo。啊，有 Milo 有，所以sometimes我去成日講去麥當勞啊，我唔是啉 Milo 嘅，我冇啉嘢 gas。你冇食過咧 soft drinks 啊？啊，對。我食過啊，冇 actually 我對佢，你叫我你來送我飛機嘅時，定到我對佢時啊，你叫我係蘇你人坐去買迄個 Mac porridge。嚇有。變正妹。記正位義正妹嚟，啊對，義正妹。伊 Mac porridge 好似未歹咩呢？I mean because what？ Because what？ 我不得要哈。然後我叫佢食梅，冇啦，我是咩事？我怕病啊，還是冇怕病？咩事我真係食雞梅，你叫你來上我時我去食雞梅，我記。OK，講咩物件先呢，before 人冚大。今日Subway，哦 ，OK，好，嚟啦，陣時人講。Burger King。Subway 是 sandwich。Burger King 對嚇，跟住最。Segafredo。係咪？Segafredo 唔是 fast food 啦。我都問係 fast food。唔是。fast food 啊，OK，我知。Nando's。誒，Nando's。Nando's 係咩嚟？講我聽下 describe。只嘅，我真係了解。If it's dry, if it's hot spicy, if it's hot spicy. 因為 US 咪是有，我真 spell。佢哋咪是 from US 嚟嘅。哦，Wendy's 哦，就是 hash 就是講 Wendy's 啊 KL 啦。 KL 啊。Wendy's 啊，等我查一邊嘅呢，一邊啊，同埋講 White Castle 嘛，講咩White Castle 同佢個有咩多嘢個？可能哦，定刀啦，定刀是Kenny Rogers。White Castle 啊，對，大媽小妹講啊，會記就是講 Kenny Rogers。 Kenny Rogers 有淡薄像㗎，難道是講伊是 gravy 無像啊？點？Nando's 是 grilled chicken，Kenny Rogers 是 roast chicken 冇相。你 roast 你 grill。Kenny Rogers 唔是，Ferdinando 唔是嗰啲 India 嘅 food 嘅咩？是 India food 嘛？唔是啊？意思說冇記住應該是 Spanish 嘅。哦 Africa。African 咧，意思用 African recipe。哦。Peri sauce。哦，特別真好食 ，peri。誒，我冇食過，或者對佢是攞晒錯去食。佢使 challenge 講啊，你到底你有大膽，你食有辣嘅 chicken 嘅 flavor。哦。一個硬食嘅，伊 level 浸。你叫伊個雞肉出來嘅時，伊唔是有搽迄個雞嘅咩？伊同佢都最係是抓雞搽掉，你知係咪 level？你若是講食到迄個較無辣嘅無好，伊會寫好你 not so brave 嘅咯。哦。青食啊，真係青食啊。青嘅對 herbs 嘅 lemon and herbs 啊對。誒，等我好食嘅。OK，或者你坐去貴哦。貴啊！好貴啊！貴咩？係 Kenny Rogers 嘅 price 啊！對，係 Kenny Rogers。當然 Kenny Rogers 嘅喎。對咱嚟講，你想我好嘅啊？你想我做字做呀？US dollar。現幣兼咩都現幣兼。當然 B 兼冇嘅啊，當然即係3 con 呢。我當是咩？嚇，嚟 B 個除話，嚟 B 個除話。誒，當然3 con 呢，但係算係 donate 好玩咯。搞笑啊 ！Because 我當然冇咪鐳啊，咪對背起俾個叻鐳啊，但我使去隻眼呢變成攞嚟偷啊，我頭毛成幾細，隻古細一半呢，然後攞去教人偷鐳，好我背幾多本去。John，我跟你講是找啦，係生鐳嘅，係對嚟馬來西亞生鐳啦。你 try 看個嘢，你叫你出來人變靚啊，俾啲個度你夾辦二。
伊朗杯哦，對，嗰次 SIA 就好咯。哦，會使係咩？毛菇會使俾好咯，毛菇。會使做，因為佢嗰啲英國位啲英國隊啊，真正貴啊，冇細條隊嘛。嚇，特別估我唔知 still 會，because 我係記我 start 時我未 try 做嘅時，我 agent 講伊朗杯啊，伊朗 block 嘢係嚟啊，別使你別使到啲，就是到啲到啲 part 特別到啲啊，大陸預備當啊，哦，因為真係 cover loophole 咧。毛菇咧，毛菇會 help 到路嘅咯，嗬。我無插住各位聽眾，若是講你人背到個手啊背背幾多班機咧，我就等於較上，但不了我個 solo 個等於試過。我請你去食咧，I mean nano frigo 啊咪。飛機掉入邊，佢飛機掉入邊，除咗佢車人嘅。唔要緊啊，你出飛機多，我請你 nano Fredo 係咪？即係特別能講你隻落。冇啦，nano 啦，你咁多冇嘢啦。咪 nano 咪，啷講咪 Nando's Nando's blendo 啊 Nando OK Nando 啷那是隨後啊，嚟魯邦咧，啷隨後魯邦個巴拉，那是有空頭咧，好啊，叫啊，魯邦個巴。那咪聽佢咩？魯邦個巴拉，那咪聽佢魯邦個巴拉。明明是我自己做出來嘅笑誒，魯邦個巴拉，我嗰隻個德公護針，德公護針係咪？哦，是啊。哦，是。對，德國護針唔是我自己，德國護針是我係我媽係朋友，一隻小嘅一個先生叫德國護針啊。那個毛神咯，毛神，個毛神啊。毛神 ，OK，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那個講好我啦，你啊，對，個快，個大媽啊，這裡就叫好我啊。伊名咩啊？新加坡係叫名咩啊？阿蕉，佢講 Wendy's 咯，Carl's Junior 叫。KO A&W 嗱，同埋講啦 A&W， 一個這個根據講 secret recipe 喎 ，secret recipe 唔係 consider 佢 fast food 啊，係 local 嘅。是 fast food 係 local 嚟喎。呢是緊係咩激咧？啊 ，Sushi King 是。Sushi King 冇算啦。Sushi King。有試乜嘢 Sushi King 有 kitchen 呢，有。你去麥當勞冇 kitchen，麥當勞首先就問你煮啊。嗰隻 sake sushi。嚇 ？sake sushi 係食嘅啊，sake sushi。係新加坡嗰啲咩？伊朗是用 computer 嚟點菜嘅咗。iPad 啊。點菜。冇啦，你坐到你桌頂嘅位咧，嗬，咧你邊啊有一粒 computer 嘅，有一個 monitor 啦，你會使看伊 menu 啊，你一頭點咧。哦，你看你可能 hack 掉是來個10幾半。好啦，不知啦，我俾去 try 係Nando's 啊，我俾去 try Nando's 啊，แล้ว啊，但我講一行啦，就少彈啦。Kenny Rogers 咧，我聽到佢到啲 KL 到啲未記得一間啊，到啲 KL 只大間嘅貓嚟食，即係我去Sunway Lagoon嘛，咧去食了時候，哇，條 food poisoning 咋，我係不當大聽，老細鬼味，之後個嘔出來寶寶嘅，寶寶㗎，唔知咩事，我佢食我係記，冇我唔知是食伊係咧伊嘅。我未見在上面啦，我食 macaroni and cheese 嘛 ，macaroni and cheese 之後咬出來是兩文嘢食嘅。我教位 niece 講啊，我 niece 啊 ，coleslaw 係我 niece 啊，伊細漢嘅，伊點解就細漢當然嚟整比較頭齊啊，特別點解就細漢嘅時候，我講哇，我就咩我咬啦，佢講我講哦，我 colour 嘅梅話。Because 是細漢嘅時，特別話是講，哎呦壞誒，你咬骨靈啊！意思係講，哎呦壞啊！你一直看，我講我咬，伊講 what colour，我講寶寶，伊講 Oh my God，my favorite colour。
梗係超味。當今咧大漢咧19歲啊咯，當佢成個話出奇事成個朋友係咪啊 ？OK， 感謝。後面對個個隻物件，就是講啊，買隻係你 cheese 加 fruits 哦。是咩？做咩水隻被綁曬啊？唔是啊，隻咧你掉毒啊哇！你講實要一項菜喎，嗬，一時有係 orange 加 lime 啦，然後一時 cheese bake 嚟都就，我隻咧嗬係是半點鐘嚟邊百多加㗎。是咩？都好似隻就派但係個唔是撈曬，就唔是撈曬，就一直調就調一百多。嚇，แล้ว我見梅 doctor 講冇 encourage 講 cheese 嘅物件加 fruits 做隻。哦，maybe 是嘢，你 acid 加即係 lactose 是。對，我老能講啊。係咪坤？OK。哇，講緊嘢啦，係啦，成個就 perfect。I think it's acid。哦 ，acid alkaline 咧，淋苗 salt 啦，係我哋拔多份石飲。OK， 感謝各位聽眾收聽，你哋辦事都未聽我講，係直接係物件咧，個我哋大領加米湯個對嚟教我人講，係你禮拜講即係談資係物件話題，真正好聽，特別對嚟聽。感謝各位聽眾收聽，即係禮拜我哋特別嘅邊呢是米湯嘅大領咯，然後個有鄧人咯，BB 娃娃好朋友，然後個有博即係無毛白。冇乜俾人個波打，那個 review 娃娃咯，特別嘅變 review 娃娃。今次各位聽眾小姐，禮拜，過嚟再見，拜拜，拜拜。拜拜。